享受冰冷的冬天，砍掉的时，有一蕊无下厝的玫瑰花开落。伫歹的环境中，伊的美丽，却伫花瓣一片一片天开的时显现出来。冬天的玫瑰出世咯，就安尼花园通得到强健。 是。
色性的目光，雨甲细要对天降落来，因要论得全地，互花草富叶。恁要亲像受论恁的花园，恁的救世主就是三轮的玫瑰花，要啉到适合，愿那等候伊的，拢要得到福气。这山谷拢要吞互伊甜，大细山头拢要分互伊地。春天要将冬天赶走，花园想要欢喜快乐，亲像这蕊玫瑰花，要开出上帝庄严甲阳光。 Kun
是非常寒冷的冬天，冷风吹甲刮刮口，地面冻甲亲像铁啊，水结冰比石头较冻，就伫古早的时。小小婴儿就是迄位应允咱的，敢受交托伫玛利亚甲约瑟手中，因用充满奇妙的心，开始这个神圣的责任。Desire
多人互伊食新的所在，伊当倒伫边做。无名影，当倒伫饲了做呢。虽然众人久久听候伊，总是伊的出世，若无天使歌声的传播，甲各样的热心到相互，伊的出世可能真少人会知。遐个各样的看到天使唱歌的情景，因真着惊。光明中，正天使所吟上天的诗歌，是一种呼召人欢喜的声。因的十鼓震动，发出感动人的节奏。受到天使歌声的吸引，各样的就心肝欢喜，受天引带，快乐去到美妙的所在。中间，这各样的人出着跳，进入去上帝因果出世的所在。
朴素就军队真光，大黄金、乳香甲木用不用做礼面，总是因所憔悴因离，是比这礼面较香、较贵气，因为伊是冬天的玫瑰，是上帝赐予世间的礼面。完全的，伊水超越一切，总是无偌久，伊花期就要过去，玫瑰就会写去死啊！
用池水装太玫瑰花，飞芳木秀。总是伊的花瓣一片一片脱落，亲像火遐尼红，遍满地面。当一阵一阵的群众吞噬因的时，因就发出救赎的香味，充满全地。
将一切荣耀拢归于咱主上。